主后2023年7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真理做法官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箴言第1章第8节到19节。我的囝，着听老爸的教导，毋通去杀老母的教示，因为这话会做你头壳顶的法官，做你颔棍的金链。我的囝，歹人若引诱，毋通缀伊。因若讲，甲阮斗阵来去卖互杀人，当等无辜的人来甲杀。咱亲像淫妇来甲因活活吞落去，因会亲像含着深坑的人，互咱规个吞落去。咱会当得到逐款的财物，所抢的囤满咱的厝。你来加入阮的党，抢来的财物，大家拢有份。我的囝，毋通缀因去，着约束你的骹，无踏入因的路，因为因赶要做歹，急要杀人。伫鸟仔的目睭前设罗网，所做无彩工。因卖互要害人，反倒害着家己。当等要伤人，颠倒伤着家己。不得手段，取得财利，结局一定失去家己的性命。用真理做法官。记咧读国中1年级的时，班上有几个同学是地方角头的囡仔，因拢是导师眼中头疼的人物。搁较惨的是，进入青春期的囡仔，往往较忙同伴的认同和接纳。这个同学开始影响班上其他的人，互班上秩序哪来哪混乱，搁变歹的同学也哪来哪济，差不多占全班的2/3。当当时，同学开始变歹的迹象是对头部分，渐渐啊，因会伫学校假群结党，去校外偷物件，还甲战利品摕去学校颠簸。对顶面的例就通清楚了解箴言第1章第10节到19节所要表达的意思。少年人总是较望得到同伴的肯定，因为安尼特别容易受到勾引。所以，箴言第1章第10节直接提醒我的囝，歹人若引诱你，毋通缀伊去。这句话讲的真简单，也真有道理。总是少年人却真好判断伊的同伴是毋是歹人。11节到14节所列举的例，甲歹人当作消遣，互人陷入死亡的危险，最后抢夺财物，搁来分这个物件，伫现实生活中并无罕见。因为安尼，生活经验不足的少年人一无小心，就可能互勾引。不过，互勾引做歹代志，绝对毋是少年人的专利。伫生活中，咱常常不知不觉就陷入游戏中，譬如资本主义的盛行带来贫富差距，咱身在其中，若无注意到即种不公的现象，无尽力去帮衬遐个善车人，咱就会成做压迫善车人的方向。箴言的作者劝告少年人，着爱遵趁父母的教示甲教导，通好互因会当持守家己，无互歹人影响。父母的教导教示，就亲像地法官判练共款，透过
外表的糟蹋，显出一个人的品格和俊美。上对心生，这个讲法是出自佛教经典。指人的心思，通对面的表情看出来。所谓心理影响生理，这一点伫科学上是通验证出来。少年人本来就注重外表，对这个角度来看，箴言的讲法确实会当切中因的心思，真正是智慧的展现。对信仰观点来看，当一个人开始追求尊探真理，伊的思考就会改变，外貌甲外在行为也对得改变。身为基督徒，咱必须透过圣经的教导，互家己远避遐个想勾引咱做歹代志的人，因为人若不得手段处理在理，结局一定失去家己的性命。无论是社会现行的制度，还是误解信仰的伦理，有时阵反倒互咱陷入罪恶的陷阱，佮家己毋知影。咱必须透过真理的引带，时常审视社会制度中的罪恶，还是伫信仰伦理判断上的无周全，通好互咱袂甲歹人斗阵，避免互社会上其他的人受苦。愿真理为咱伫法官判破练，互咱充满基督的荣美。默想，面对这世间的诱惑，我真正有抵挡能力啊无？是毋是我平常的习惯早就陷入伫诱惑咧？面对这世间的诱惑，我真正有抵挡的能力无？是毋是我平常的习惯早就陷入伫诱惑咧？做伙来祈祷，赐真理的上帝，求你互我会当分辨是非，有能力抵挡诱惑，生命会当伫真理的花冠，充满基督的荣美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